多餘的人係19世紀俄羅斯文學嘅經典人物形象。呢個詞首次出現喺1850年屠格涅夫嘅中篇小說《一個多餘人的日記》入邊。之後就越嚟越多俄羅斯嘅作家將多餘的人寫入佢哋嘅作品入邊，用嚟批評同埋諷刺當時嘅知識分子同埋沒落嘅貴族。佢哋本來應該對社會充滿住希望、信心同埋憧憬，但係因為現實同埋理想嘅落差，佢哋變得庸俗、軟弱同埋保守，終日就淨係識得講翻舊時嘅時光有幾好，亦都唔願意積極行動去改變現況。就好似契訶夫《櫻桃園》入邊，女地主拿寶娃同佢哥哥蓋耶夫，佢哋兩個都係沒落嘅貴族，但係對於自己嘅莊園被拍賣出售嚟還債呢件事，不但冇積極嘅行動，仲亂咁使錢添。佢哋兩個就係多餘的人嘅經典例子啦。